保养时款，后上太上宫，要花太假公。哦，观众朋友，我又到了你后上太上宫的时间，我老后上人共下来打嘴鼓咯。今日的主题呢，老大家咩聽錯有相關咯，係你順風嘅人，就係你哋兄弟姊妹啦。大家聽錯都有兄弟姊妹，唔過咧兄弟姊妹有時節當好對你當好，唔過有時節咧兄弟姊妹唔真叫佢知水人哦。你基本咧你就講到50後生人都有兄弟姊妹，我老大家共下來打嘴鼓了，你撞上來歡迎今日嘅後生人，首先來歡迎係志怡。大家好，我係東涌蛋蛋5嘅志怡。哦，什麼志怡？志怡今年做到東喜氣呢？東等一下。係啊，做到青春隔壁嘅白眉呢。像妮吼，妮。長眉唔好，好，什麼長眉？好啦，再來介紹係你嘅李家。大家好，我係一生人都唱阿姐嘅露面嘎嘎李家。哦，什麼露面嘎嘎？再來介紹係冠權。大家好，我係連冠權客家沈玉琳。唔係客家沈玉琳，係客到客死人哦。哦，再來係介紹係你嘅慧琪。大家好，我係慧琪，我另外兩下係姐姐，還係妹妹。有點精神錯亂。有一點。好，最尾咧，老大家笑嘅就係你嘅小鳳。係，大家好，我係腳多睇一隻就飛機行卡過嘅小鳳。哦，真見動過。哦，因為你50後生人就係老大家講下，到底有兄弟姊妹係好事也係壞事。唔過係多兩條錢哦，嚟大家講下都命路好。大家要講到兄弟姊妹排行嘅刻板嘅印象，像係老太啊，就是太父啊、太高太子，接上係福建人嘅幾生人。天嘅對動嘅幾生人，與世無爭，馬街都冇上來爭。最尾嘅蠻子蠻硬，通常佢不管事情嘅幾生人，大家有同意嗎？冇，看到有人有同意，有人唔同意哦。嘅太科先來問太科嘅好冇？嘅慧琪，唔用點解係太科？我先講嘅出來，就唔可以講嘅。唔過，因為我老唔懂，說是我啲係太科啊。唔過我先來問一下其他人，唔知個係太科嘅卡數好冇？就係冠權老慧琪聽聽咧，嘅蠻子蠻硬啊。誒，你用啥？佢存嘅日啥就係凍嘅，就係對動嘅啥？翻動哦，翻金球啦，啱到誒，可能係送紙條係送來啊。都本記得講過嘅。嘅太子先來講，知道太子嘅個人用辦，太子嘅身份對家庭點會？當然係愛好比較負責任、好有責任啊。因為從我呢部卡是係4隻兄弟姊妹，係我係最大，我老妹，我妹妹是老2，係我老佢差2歲，我老我大嘅老太差7歲，差幾多？係老我最細嘅老太係差17歲，所以係，所以當到事情是係，因為我好大嘅時間，我老太老妹我老太很懂事，所以大人照顧老太嘅時間，我是愛負責照顧我妹妹。所以通常按你睇起來，佢太子都懂附近，不過太過就冇聽錯啦。睇下冠權。泰國咧，喺泰國，喺做泰國嘅人嗬，做泰國嘅，係啊，講乜嘅咯？我講吧，講吧，我啲學校讀書哦，我都擺爛呢，讀書唔曉啦，還翹課啦，哦，乜嘅哦，攏總有礙啦，唔過我老太冇咁樣哦，幾千。讀書大頭命，係啊，要拿獎我狀。而家老太書到也樣樣，而啲個冇搶阿哥啊。見賢思齊，這你不用看到嘞。就以人為鏡，可以明得失嘛。看到阿哥按呢，知道啊，快台愛喊快按呢，後阿爸阿媽不愛下死，就變到懂吼。不過咧，泰國就可能會按呢，佢做蠻子蠻硬嘅人哦，來講一下好冇？像像我吼，我似個係種蠻雖然看起來像阿姐，不過我有伊個阿姐啦。我阿姐其實也面嘅性格就較負責任，我就像嘅家下有講嘅老幺不管事就會愛，故說我知道我阿姐啊，就係懂好，我做事啊、細模嘅啊，就懂幸福一樣。係啊，但是搞男朋友嘅時節咧，搞男朋友我阿姐先搞，我就做得先搞。你做得搞，阿姐。
想用阿纪这样错。嘿啊，想用阿姊啊。但是你想要有看到一个心仪的对象，可是阿纪忙搞男朋友敢噻？那就自己跳跳一嗰個啊。個結婚，哪有講啊？冇啊，冇到廿愛公啊，哦同埋。跟單位上，你嘅蠻子，看起來無衝蠻子嘅 cell phone，我在夢槍呀，都唔係看面相，咩嚟看呢？看嚟衝 iPhone 嚟，佢看起來衝蠻子。冇牙膏看入邊係較老，嘿，唔係面看起來老嘅氣質係嘛？係啊，冇啦，那有個蠻子唔做些冇按用啦，唔做青島西係冇。咩？啲牙科家因為我太哥哥，我用大哥哥嘛，唔過我耳哥佢係有身心障礙嘅重度自閉症，佢生活愛人照顧嘅啦。故所我從細我老我太哥2-3年就強下來聽書照顧我耳哥，不管係食飯三餐啊，洗身啊，我最記得嘅係你要家具要櫃天哦，嘅茶几作行嘅筆嘢咩嗬，馬上愛出門，愛看嘅筆嘢點解要水，因為佢連再早就唔愛講啊。係啊，古松得上嘢愛出門，愛看嘅茶筆點解要水冇，咁佢會學到啦。係啊，其實個卡度扣呢有它貼貼嘅兒童嘅世界，其實排行可能就會自動的會調整那個感覺，就冇共用嘅，就冇共用。其實可能你就唔係嘅蠻子嘅性格，嘅你對同行嘅質疑呢？像雖然我係對動嘅，唔過我咩感覺我嘅阿姊千負經營啊，唔過像大部分做不卡嘅事情都係我來做，唔過我咩有個最細嘅蠻嘅時間嘛，因為嗰陣時我嘅樓梯係慢下來，係嘛？係這邊慢慢多啦，係咪都係阿咩嘅都市地位度，都田檔啦。嘿，故說嗰樣是我嘅阿姊真認清就清彩過，因為我做蠻嘅事真認清哦。我嘅阿姊講，叫佢食物嘅，我就講我咪去食俩。佢講我要炸東西，我就講我咪要炸。佢不卡嘅阿爸咪就會講啊，我養本老妹啊，係冇係啊。總唔得，你下發有句話講到按照9488。眾多爽表，所以講人家中。我也哈冇誒，因為我嘅樓梯就下來啊，就出來啊，係冇。樓梯下來都係挨貴嘅事，下來就出來咧，因為樓梯啦，家下小朋友講到嘅咩係身心障礙嘅小朋友，嗰所到後來就係我去照顧樓梯，係。我剛剛有講到不管係太科啊、蠻子蠻女愛對動其實好多副卡度一定會有人受寵，一定沒有人受寵。跟你大家有知道蠻子蠻女有他受寵嗎？跟慧婷，因為我知道從我哋客家人啊，好傳統嘅家庭啊，從我哋我開始係就是重男輕女，所以你看尤其愛比愛老太太暗多，所以我寫其實是雙雙躺樓太陰，其實把那個讓弟弟養老太就是一直掛在。養老太去好呀。三不五時其實講養老太啊，你阿姊呢？係啊，養老太。真嘅嗬，跟你講咩要同感係嘛？其實冇誒，像我屋下咪當公平啊，像我妹出當好我阿姊，我爸出當好我，故所我哋規屋下人都當公平，咩當貨都按用。跟當好呢？跟小鳳係暗呢？係啊。咩啊？冇強用，我做蠻子誒，咩動辛苦呢？動才工呢？你會辛苦啊？你先上嘛？公園上愛做先生嘛？冇，愛做師妹夫冇，全部愛做阿哥誒，安尼傳下來。其他做我阿姊嘅。我咩嘿，我兩個阿哥啊，迄家都冇愛太嘅冇愛天嘅冇愛，最好爭硬啲嘛。不過有時節嘅也愛上愛買新衫嘅時節，嘅蠻子蠻女敢唔會輸錯。當少啦，不過我也想咩嗬，我看那個聲音以後嘅。看那個聲音，咁感恩呢？咩啊？因為30分想到咩嗬，我也我同接人啊睇過講，我養佢啊，我養弟弟啊，老太唔掂我搞佢啊。嗰時我個同接講嘛緊要，伊同接講我講咩嗬，伊大肚唔是羊啊，上拗唔是鼠啦，從他啲人喺面前就講我拜拜。真嘅，佢安尼，冇你家總會談到嗬。
做生意的给他哈，有人会受宠，不管黑胎呀还是有人受宠，就一定有人会受到冷落。不过俩都老热爱嘅偏心有关系哈，你观众朋友都不开始节哈，用体节目一定会有人会偏心的。都在热愛嘅偏心會上到樣板戲咯，你下一段節目轉來又一個老太家繼續來打嘴鼓咯，你下先聊一下了。我千記得我熱愛太細心嘅吼，佢無按線啦，伊細細嚟聽聽，特別我從細眼那做唔衝啊，千記得我用嘅是無，我先開下來，用開嘅，輕輕地塞到我把扁筍，我的錯，我的錯，我的錯，周希耶，周希哦，三勇高志。觀眾朋友，歡迎多轉來你後上台上講嘅節目現場哈。剛有講到係父母會受寵的問題嘛？佢關於你平常在屋企有受寵嗎？係你受寵還是露台受寵？冇受寵係失寵嘅。你失寵啊？跟埋你輸寵啊？喺露台啊，用板講，因為佢較乖啊，係啊，佢較乖啊，佢通俗啊，都卡有獎狀啦，獎杯啊，獎杯還有獎學金，哎，攏冇獎學金呢，你馬該獎就有啊，你都名神啊，係啊，係名神啊，專門事情嘅啊，嗰時候做副卡度係就係會期待露台有較好嘅表現就錯嘅。係啊，唔過冇上講啦，因為你下都按胎嚟啦，哦，阿爸阿妹都辛苦本來就脫胎嘛，真辛苦啊！關於你下懂感性嘅，係啊，你有想要叫嘅，係啊，真有效呢，懂有效呢。其實大家應該學一下關於就算本人係冇注意，係有效，你幾懂得？真有效，懂好。其實你剛剛有講到哈父母嘅受寵的問題嘛，就會來自熱愛之間會有太細心嘅問題。都在太細心會有經驗衝咧，我想一定大家都很有經驗。會點咧？從我呢部卡時係，我記得差唔多4年前，我爸爸同我媽媽出車禍，當嚴重，嗰種是係爸爸都推中大人，他媽媽都先做大人。所以都推重是愛負責照顧爸爸，很多事都是當然就是我妹妹。不過上次還係話有時間唔拄好嘅時節，所以我呢是拜託講老太做得盡來停手嘛。老太講乜解？他就說因為佢該走該上班嘅時間係好固定，係看看到老妹是好彈性，所以其實用。把這個當理由啦，加 Q 啦，嘿，所以應該是我跟妹妹就會覺得啊，我愛你爸爸媽媽係太假嘅，唔係愛你兩三嘅。佢愛記得是係爸爸帶人嘅時間，愛到我爸行轉一平方，愛是談到爸爸還係偷偷打電話，打本。老太係大半老太，就算老太人冇啲啲片，還係想到佢重男輕女，就是重男太細心啦。對，就你談到意思會知道啊，你好美，愛到你照顧你咪，你很係啊，愛照顧嘅係唔，結果唔性感度上嘅係撇散嘅，係啊，這好像什麼外遇情節。愛嘅係唔性感，如果唔愛嘅殺唔係愛，如果誒人嘅之間吼，有時節嘅太細心，都難用嘅一般人嘅了解方式去了解佢啦，吼，嘅關權哦，屋企都有太細心嘅事情。太細心哦，冇乜嘅太細心呢。暗號哦，係啊，因為弟弟啊，其實你爸妹最像嘅露台，最像嘅露對啊，台，像嘅露台啊，兩者就完全失寵，冇相干啊，與世無爭啊，與世無爭啊，與世無爭的啦。誒，唐共有嘅搞遊戲，老露台搞遊戲，係啊，係用個露台搞遊戲啊，哦，你剛才本天拆咗係咯。搞遊戲有買啊，因為愛露台有買點數，有買點數遊戲啊，輕貴啊，然後因為13年啊，我9天哦，會30分鐘，輪流，唔講愛露台，搞40分鐘，那就壓到嘞，壓到用版，用版，聽聽，可以壓到用版，然後阿妹講，
哦，公用版，露台买点数啦。然后阿妹讲，你看，本来呢人赏钱哈，给拿买点数，让人去买点数啦，很棒啊。唔讲阿妹老来讲，有乜想讲？买点数，游戏卡好高啊，係冇？我傻眼嚟啦，真係會傻眼。然後還買對啦，跟你買對吧？你買就買錢用嚟買呢？係水果。對對啦，關權嘅太細是唔係？你家天窗咩有讀到朋友係太細是係冇錯，我朋友啦，我即個係冇我朋友嘅事情出動到，像我有嘅朋友啊，家。博下就係重男輕女，因為講呢有露台，就加下露台吼。韓國啊露台好嘛嘅，也不行就攞佢準備好勢來。唔過我朋友啊，就冇想係好戲劇，要俾逼你來嘅。我想你都知道東菜歌啦。韓國同學係灰鉗嘛？唔係啦，唔係吧？要露台啦，有啲衝啦，有啲衝啦。唔過像我同學咩係因為愛用，佢設計咩非常嘅獨立，雖然佢有陣時會知道。誒，我係唔係我也愛用嘅？唔過係啊，佢都話用愛用嘅感覺啦。係啊，唔過有時間吼，嘅也愛吼，就會訓練到你嘅獨立嘅性格，就會因為可能也愛嘅太細心嘅問題啦。唔過除咗了太細心以外咧，你上司吼做人嘅兄弟姊妹啊，最接送嘅一件事情就係投也愛，到底兄弟之間乜人最會投人咯？至於你最會投係冇？我係廿時徛起來，體面，投人細公主來講下。因為其實從我細細嘅時節，我就親同阿爸阿媽嘅話，尤其係我嘅阿妹，係從我嘅阿姐就講我係嫁過嚟嘅新人嘅，因為嫁過要嫁乖，因為我喺阿姐面前就真係非常嘅調皮，唔過你嗌所以阿妹哦好，阿妹講嘅唔止係調皮哦，幾眼餐了，幾懂餐了。後來因為我較冇想法，跟阿姐從細開始就親有隻家嘅想法，嗰時候呢可能阿姐會做乜嘅事情。我就會老佢講，做唔得，阿妹講，你一定要用嘅，做唔得，用嘅。小大人用嘅，要怎麼最得人腦？真嘅，誒明明係羅妹呢。大家都唔散哦。後來嘅阿姐先會教用人，佢就教用啊，因為雖然我係先唔好嘅羅妹嘛，因為我會調牙愛，唔過呢我要一聽我嘅阿姐嘅話，因為我就想嘅阿姐聽我教啊，嗰時呢阿姐就教用我講，那係我嘅名嘅。咩係我阿姐，我就唔會參與，唔會人教。嗰時呢，後來我就本佢教咗種非常尊敬他。因為佢真嘅冇愛參與。真嘅，後來我好多用嘅點哦，我嘅阿姐國中、高中嗰種時期就會偷偷啊走出去了啊，我就會聽書記把風。後來。做敗些時間。真嘅，從安尼戲劇學院，我最會用嘅就係我偷偷出去了2年、3年、4年，我就講我去演出，我就諗我嘅阿姐講吼，我阿姐那係阿爸阿媽們叫做哦冇啊，攞我去演出咧。我被做啲。真嘅，菊花千樹。我去南部啊。我係調人是太公主2號。1號。因為太公主嘛，我太公主1號啦，1號。轉來調價，工作以後，調價我嘅方式很用版哦。我就會見咩嫁乖啊，韓國我之間呢，我知道我咪動我欺負我阿姐啦，因為我阿姐性格就動好，不過佢有陣時外見行喺外見，記得有一擺我細個時節，我就我行啊，就有嘢睇畫圖嘅畫圖紙。搭不白紅，嘿，就本安利蚩尤沖走。人家阿姐就懂外畫圖哦，見發有啲熊啊、兔子啊，有啲動物園嘅東西。我看到我又唔知畫嘛，嘅嗰時陣還有東西，我就打叉叉、打圈圈、打勾勾呀，又打100分呀，然後我阿姐看到就懂看，看到我是，看到我是勁猛哎。哦，你本給大分數哦。你不給大分數，給大分數不合格，不合格。冇啊，嗰時隻眼很動，成晚都唔會畫，將會畫叉叉圈圈勾勾呀就動。結果給阿姐畫個獎像蒙娜麗莎微笑，佢就攞面紅畫個符黑人先嘅款。係啊，我阿姐都懂暗嘛，嗰時候呢，佢就老阿妹講，唔過我看到阿妹我就勁叫講，迄個唔錯啦，迄阿姐啊買東西，我就懂會欺負阿姐啦。嗰時候阿姐就知道我係一種欠打的妹妹，欠打的妹妹，欠打。沒有看起來又
真嘅。呀，佢後面哦，好妹妹哦，好妹妹係咪嘅？好妹好老妹。唔過除咗呢家以外咧，你聽講吼，還有人係因為雙打比賽引起嘅熱愛太細心。嘅小鳳我老太阿講下，也就做唔得怪愛咯。雙打比賽呢？咪你嗌了解阿哥嘛？係啊，規家伙全部死來，哪有可能唔上草？係嘛？一定會上草咧，雙打比賽呢？唔過嗌千記得嗌熱愛太細心嘅吼，佢無按顯啦，伊細細嚟聽聽。係，特別嗌從細嗌那種唔錯嗌千記得嗌揾用嘅地方，嗌揾先開下來，用開嘅，天天嚟曬到阿爸。扁損，我的錯，我的錯，周希係係細細就按咧，難怪做嚟周希呢，出嚟啦個嚴格上大有冇？嗱，福卡有嘅觀音上，係嘅數字 QQ 嘛嗬，結果上大衝到團體，團結用嘅實，喂，可能係動聽啊，阿哥弄團體，係啊，嘅老嘅只。牙膏弄團體嚟係嘛？染起來，染起來，現在俾阿爸看，爸爸你看，哥哥咪好，留嘅數字用團體嚟，阿爸講都冇團體，哦，加上大，好，皮帶夾下來，中盤。古早眼定嘅，係，古早眼福卡最多嘅就皮帶嘅啦，個竹掃把啦，做小位啊，做小位啦，係還有做小位啦，衝差大團啊，係啊，係最後就拿做小位，唔是錢咧咩？過年拿幾百真咯，真嘅，打到年下都好冇睇，佢隔年就再做去拿，係隔年就要做去拿。唔過我知道牙爸爸算係好哦，就中盤，中盤，因為你睇雙打比賽嘛，強下雙打，係最公平啦。但係一般來講，對 Ellie 來講係應該算係好事情嚟啦。最頂嘅鬧係乜嘢點啊？最頂嘅鬧就係你父母之間啊，會互相比較。誒，我嘅生意用版，人家嘅生意同那邊，真嘅當頂嘅鬧，誒唔啲你嘅觀眾朋友平常是會讀到按你嘅情形哦，真嘅當頂嘅鬧嗬，都在父母之間比較，會比到用版型哦。誒，下一團轉嚟會過來大家講啊，聊下先，聊一下了。我嘅阿姊啊，係清華考試又清華讀書嘅人嘛，嗰時候佢就係北一女又係政大，哇，高學歷哦，跟我呢係樣誒，唔啲，你叫我就係假美啊，見唔見？異卵係乜嘅意思啊？異卵就係異卵啊，就冇叫一個卵子係冇槍嘅係嘛？佢冇真相啊係嘛？唔爭冇真相，全家都冇真相。哦，觀眾朋友，歡迎多轉來 Ellie 後生太上宮嘅節目現場嗬。加油講到嗬，最頂嘅鬧嘅事情係乜嘅？父母之間嘅比較，親戚之間嘅比較，生意發展都冇按嘅呢。唔過看自己按價數按競標，都有嘅心有戚戚焉係嘛？比較就頂嘅鬧，用慢講哦。唔係，其實我嘅阿爸阿妹比較人哋嘅兩姊妹，因為阿爸就係冇差 M 哩，嘅阿妹就干涉比較多。不過真見會比較人哋嘅係人哋嘅親戚朋友。親戚真頂嘅鬧呢？真嘅，青島咧，因為接近啲嘛，因為像我嘅阿姊啊係。清華考試又清華讀書嘅人嘛，嗰時候佢就係北一女又係政大，哇，高學歷哦，跟我呢係樣誒，唔啲，你叫我就係假美啊，見唔見？講翻聲要唔可以討論。任何人嗰時候以前做戲嘅時候，我就係以面取勝，因為我做戲嘅時候，大家佢哋就會問講，北一女在哪裡？北一女係你嘛？係你嘛？你係北一女沒有？我就講冇，我唔係北一女，北一女嘅片，北一女嘅片。幾雜。幾雜。其實親戚之間嘅比較，真係當頂嘅鬧嗬，幾理解咯。我其實冇算係比較，因為我嘅比較較生氣到嘅啊，像我嘅親戚朋友啊，就係講。你家你係阿姊，也係老妹，哎呀，而家大家都會搞混，也係我爸爸媽媽嘅朋友，佢會講，阿姊按好啊，學藝術嘅，就把我變成姐姐按用，我就會知道，習慣了啦，沒關係啦。我知道我妹會教，人身攻擊啊！因為我老阿弟家阿姊係強版嘅同學，嗰時候你咩知道我係阿姊咯？唔係阿姊啊，你變阿姊行啊阿姊，行啊阿姊。跟小鳳咧，小鳳有本比較講老太公。我老記得有些嘅冇相同，因為我係專門
我功课较好，阿哥的功课较唔好，所以专门设开的迄阿哥啦。我爸爸妈妈就会问讲，奇怪，人露台就唔爱按用，都嘛唔读书偷偷按用哦。系啊，都古时候係好嘅。古時候阿哥個真係較傳高啦。係啊，阿哥得把本人媽咪吼，阿我日日拿管嚟去幫阿爸。係啊，我係有時節，生人會讀書就會不會讀書，唔會讀書大都是。沒會讀書，真嘅啦，你係天賦嘅問題嘛。唔會讀書咩冇唔好啊？可能賺錢多錢啊。真嘅，中條街都唔會。有當到唔會讀書嘅，他亦都懂唔會賺錢做真嘅。像自己安尼變車妹妹唔會冇嘛。所以他當天睇緊唔會讀書係嘛？係啊，唔是來講那個人各有志啦。對啦，不同的。但係你冇通用啊。嘅父親老阿姊喺老妹之間有本比較高嘛？愛係愛老妹。愛你兩下通西那類讓愛個表姐妹比較，咪係親戚個這樣的比較。親戚之間小朋友親家不用比較。係，個表姐妹記得是係從細記得我卡家境是比較好，所以記得是有學不完的才藝課，咪個鋼琴、舞蹈啊、書法嘛個，你都全部是愛你我卡都冇個。係，咁講愛去到該係台音字典個比較。其實愛你成音都冇，咁個叫咧是就是啥問題，變成愛你成音咧談音廣東道，結果愛你成音就我們姐妹之間、表姐妹之間也開始有裂痕，對，感情就開始不好。不過還沒做得比啊，講女子無才便是德啊，你都好兩個死推，哎呦，你這個父權主義者，真勁咩？係啊，沒有兩個死推就會從事，大家就會公平嘛。不過假如講到吼，佢親戚、老父母之間比較，所以最上生人嘅事咧，你兩下做廿愛嘅人吼，兩下做媽媽會推生人嚟比較嘛？我就絕對避免，因為我這家講嘅係送報啦，很好為本人比較始終懂了解嘛，係啊，因為我咩送報啦，係啊，圖書館因是會問哦，後台嘅時候其實都會問哦，問講，台嘅會乜嘅，該寫嘅會麼？我其實問講寫嘅會按樣我該台嘅會麼？所以嗰時候我自家是有感覺，係我是都記得從細我是教佢講。你就是會什麼，然後你不會什麼，只告你認清事實。從細看清事實啦，就是知道第幾個會嘛改，唔會嘛改，然後記得是話有一個互補。其實兄弟姊妹之間互相來幫助，係咧同重要嘅一件事情。就我自家嗱，家有講到咩，我咩送包啦，我議論啊，我老妹係龍鳳調風台啦。所以從細會本人比較講，阿哥你阿哥下會，跟老妹用。唔會喏，你怎麼靠唔到喏？有種咁奇怪。其實我知道這件東，佢講意卵係乜嘅意思啊？意卵就係意卵啊，就冇叫一個卵子，佢冇槍咧係嘛？佢冇真爽啊係嘛？唔知冇真爽，全家都冇真爽。呢個意卵係意卵，然後同卵可以相對嘅嘛，係啊。不過生人之間不應比較。真爽啦，咁太人冇事情好做啊，就來比較生意嘅安全唔會嘛。好，係咩要呢？親戚朋友啊，青島生人嚟，哦，有公務員呐，會計師，哇，還有什麼啊？主播電視台的主播，還有護理師啊，護理師，你咩黑啊？也免費冇錯啊！我話收得安尼啦，假死冇錯，哦，大家就親好嘅條路做，係啊。唔過冇相干啦，天公伯係公有木做嘅啦，有木做嘅，因為用辦咧，因為天公伯本就講大，親好看，親眼的，見兩下行出去，佢速雷彈啊，攞唔講啦。天公伯，咁樣大，誒，家要講到係啊，就係太人之間嘅比較。如果還有一種情形係兄弟姊妹之間會互相來競爭哦，有可能麼？嘿，像我較唔會競爭，我較唔會競爭啦。因為講因為像我阿姊呢就係工程師，我就自細就學藝術嘅，我說我有兩啥就較唔會競爭，不過唔會競爭之下，我阿姊呢還會教我讀書，像教英文啊、教算術啊，就係互相啦。考高中嘅時間，老師可以教我一下二次函數嗎？阿姊會愛欣賞。跟自己呢，老阿姊之間。
像哎，没还没竞争。一样啥讲到安尼，你节目就唔好看了，那就要看你熊大逼波的情形啊。没，因为像以前细细个时，像刚才飞琴讲的，哎老新爷讲，你得买个东西就係唔強嘅。古說我嘅阿姐先會讀書，嘅阿妹就本來現在係唔強嘅路就係表演嘛。係，不過我後來又同阿妹講啦，好像我嘅阿姐啊，後來有啲叛逆期嘅樣子啊，佢翹課，我嘅阿姐阿妹就帶着我嘅阿姐去看我練早功。練早功就係翻滾嘅，佢就個阿姐講看，你唔好讀書就搶落去哎呀，看按彩功。你知道你沒懂彩功呢，比阿妹安尼比較，你看讀書就變曾志怡。那呀，我就用他啲小米 Q。不過曾志怡咧，他懂聽咧，還有你客家妹講咧，因為主持嘅一把交椅。那是冇啦，你主持嘅，那係來賓係冇。如果講到咧比較啦，競爭冠軍。好，然後露台，競爭用白，能用乜樣咯？黑暗來敵。看得出來。你天使啊，露台看最眼瞎。然後你講默默主嘅人都看得出來。看得出來。我露台就青島獎狀獎杯嘛，太過用啲嘛。嘛該獎就青島啊。有一年哦，我阿妹講哦，哇，露台按多獎杯哦，獎牌哦。阿哥。你該獎牌用版請冇呢？阿妹，你愛面缺獎牌啊？係啊。哦，阿妹做的，哦，我個面缺獎牌。誒，漢擺就老媽媽講，媽媽，我獎牌投2片，馬上把做埋佢通啊個，把都嘛燒啊2去哈吼。我甲媽媽講嘅行係講笑嘅啦，就係講。其實哈，哥哥老弟弟係兩三模像嘅不同的個體，可以老就算係順包亂，也係利用嘅不同嘅個體啦，可以分開來看。我家下又講到當到啦，兄弟姊妹之間，這世界都太發生嘅事情，都太以後感情會上邊麼嘅會見啊。因為我老老太其實從細就是在一起的時間冇動衝啦，在大量我記得有一擺係幾透過種嘅時間。因為國中好叛逆，佢其實偷抽煙，佢我爸爸是知道，應該係太濟嘛，其實然後把這個教訓弟弟的責任賦予我，我其實咪有點嚇到我，我係我去教弟弟，但爸爸本來在接應該是知道，我係太濟，所以應該是我就教訓弟弟，結果到解了後，其實係感情冇講當好，一直到佢。後來結婚嘅時間，我喺記得佢結婚嘅時間，我是冇轉去，冇去參加佢嘅婚禮。你東陽村咧？係陰陽村嗰單嘢。不抗人嘅婚禮咧？係啊，可是應該知道當奇怪，我爸爸咪冇乜嘅，他就也沒有。冇乜嘅。係啊，佢咪知道冇乜嘅。因為佢哋亞兩支感情冇好，係啊，和保後是係從那兩下公園過節啦，上去轉外家，佢啲愛外轉去，他就會避開那個時間，其實大家有默契啊，係冇咗驚。就簡單講，就係有時間，你老不看可能他冇演啊，他冇演對，幾小風咯。我咩老佢差唔多，不過冇按嚴重。但是因為我細細拖嘅戲劇學院叫駐校啊。拜六禮拜上是要表演，拜一到拜五已經駐校嘅嘛，古說冇乜該轉，一年差唔多轉幕有20幾天呢啲。一年爭你是兩年天。係，古說按呢國中、高中太好咪好，機會就會上分啊。係啊。老佢冇強用，其實較等人鬧。係。你最等人鬧，要講你等人鬧。就講我是因為冇時間相處。係。古說機會咪會較上分啊，你阿邊度講公園高節。原本講誒今日我包幾多，禮拜會轉冇，其他時間冇聯絡。嘅自然咯。我就來記得他唔強用咧，因為我細細個時間阿爸咪就分開咧，故說我老阿姐因為係有更加感情更加好，因為就得像互相依靠，對，互相幫助。冇錯，故說雖然我咪強用係大學教啦，他少轉無卡，不過那係2年嘅時間，我轉無卡嘅時間，可能我嘅阿姐嘅同學去了，我就阿姐就講，我嘅老母親會下藥跟拿定哦，妹妹下藥，然後就係喲，阿姐講，佢親會，係講佢親會下藥行來行去，來過來過
去，过来。俺知道吼，俺阿姊吼老同吼，老唔尊重迄通过眼来看的。哪有啊？牙记冇聽說有數錢音，要數門題哦。對，咪來講笑的啦，給咖喱咖咩有徛牌呢？像爱吃爱吃肉，俺阿姊吃些，然后俺就感情都好。俺过少个时间啊，俺阿姊太爱用些嘛，伊就接受我，然后个性上讲，也係俺老母要好好照顧佢哦，買東西攞嚟燒嘅。不過後面俺托起橋可以以後，就冇當然留佢帶咧。不過俺轉我下啊，佢行位攞俺強下大嘴骨啊，冇俺講俺啲學教用嘅啊，嚟關心俺安用。故所以啊感情咪同好。給從頭來欺負你弟弟嘅感情，你下老弟弟嘅感情用吧？你細細時間哦，會打俺露台。你喺同屋嘅拍很切，很切，你下呢？你下冇強用嘅呢？繼續打。冇啦，打你啦，但係那從但係唔知喺乜手。因為露台要打電話俾我，哦，佢啲上班嘛，哦，佢打電話俾我，阿哥，我本人欺負你，驚我你打電話問千多人哦，然後徛滾咧，徛公司門口，哦，歡迎。而家調解乜嘢？啊，安用嚇。很得人驚，很得人驚。其實哦，甲感情嚟講嘅，第一期係講笑，其實就係講係佢哋下老露台，偏愛佢啊，係愛佢，愛護佢。啊，露台出世，阿哥來扶唔啦，我來保護唔。其實安尼嘅兄弟姊妹之間，有時就會做動作，本人安尼有感同嘅事，咩動作最接上嘅不做一條。會給你傻眼的事情，因為看到會做一條，都帶乜嘅事情，本你知道會做一條，哎，你下一團轉嚟張都講了。挺傻眼哦，哈，我講不太個談哦。好，有一擺哦，我露台出去搞，搞到清風一個時間，佢講叫佢餓死啦。好，搞到清痛嘅時間。係啊，清痛嘅時間，佢講唔叫佢餓死，我就喊佢，誒，佢騙人嘅門口餓死。結果咧，結果壓落台。佢真叫佢餓咧。好，觀眾朋友，歡迎做進來我哋後上台上講嘅節目現場嚇。加有講到嚇，其實兄弟姊妹之間會做一件事情，呢件事情有時也不應當感動，有時就不你知道，看到就會做一條戲呢。你理解有冇遇到安尼事情嗎？像我記得印象最深嘅，本來同傻眼嘅事情就記得呢，嗰個時間同學校嘅員工嘅，係我哋係冇錯，我哋七個都有七個員工嘅，就會互相嚟講法。互相嚟講，用員工嚟講法，唔過見講就嚴格，可能佢講買我較頂一下，其他頂一下，我說係頂一下佢夾買。我有些得影響。冇，我說嗰個時間嘅事情，我阿舅當天講我講幾個員工嘅動作吧，就讓我員工嘅跌到白風，我員工嘅屍體，我說我做當地員工嘅事情咯，我就知道當地員工啦，係啊。嗰種你是知道，誒。嚴格就嚴格，因為拿東西來帶來帶去呢，係對我最重視的員工，當然會傻眼，係啊，這應該不只是傻眼，應該會欠哈。出台嘅理解以外，還有你會吃到很傻眼的事情嗎？講起哦，真傻眼哦，哈，我講不太個談哈。好，有一擺哦，我露台出去搞，搞到清風一個時間，佢講叫佢餓死啦。好，搞到清痛的時間。清痛嘅時間，佢講唔叫佢餓死，我就喊佢，誒，佢騙人嘅門口餓死。結果咧，結果壓落台，佢真叫佢餓咧，千太條咧。唔過假露台懂談法啊。係啊，傻眼嘅兄。最傻眼是這種哥哥吧？很挑。出在兩百以外咧。還有搞遊戲啊，搞天鬧嘅時間啦，咩係啊，搞到一半。啱啱餓死，哦，按多死要餓啦！我也覺得最傻眼大概是冠群吧。傻眼，你哋下睇下啲講，假露台一跳就想餓死。真嘅，坦白啊，大家唔想嘅聲音，冠群落。我呢擺就唔好本嘅冠群餓死。用白，你講到跳嘅時間，其實係餓鳥。
厝摕了，本人傻眼，看到要做一些事情以外，要有动感性、动贴性的事情，飞去就有拄到啊，系冇？係，我老我妹妹，因為我老太差好多歲嘛，我老妹妹差2歲添。咁因為我哋細細個時間其實都蠻獨立的，和爸爸媽媽照顧我哋未動手，因為佢頭顱冇汗嘛。我最有印象嘅事情是，因為我妹妹其實係一個個性很獨立的女生，佢比我很好透力。不過佢結婚嘅時間，她就已經先懷孕了啦。不過佢當到結婚嘅事情，全部都喊佢自家處理，包括從因信仰而完善，佢其實都自家來。懂厲害。係，係一直到他那個婚宴而結束而送客嘅時間啦。我弟弟應該係甜的啦，所以當到事情根本冇辦法自家處理。還我老妹隨時在那個要送客嘅時間，還要再個問，還要再換一套。第三套啦，第三身。係啊，好了解。參加青島，包青島，係啊，結果包體青島最。包體青島，結果我老妹隨時細細就來親我啊，其實講我妹妹都該叫。教講佢就是真的自己已經沒有辦法咧，還拜託我去細細佬去聽上，我看到佢教，我是知道哇，原來我都我老妹心裡面就係動寵搖，所以好感動。像長姐如母咁樣啦，其實嗰個家心講到老阿妹咁樣出嚟啦，係啊，嘅自然哦。像我印象深刻嘅係體拜本我嘅阿姊感動到，係因為我16歲生日嘅時間，因為嗰陣時我哋寒舍嘛，嘅不卡本嘅人用錢用係搶到，不過嗰陣時因為我就親好聽音樂，嘅阿姊就想我出去學教，咩冇東西好聽音樂，故所佢就送本我 MP3 Apple 嘅 MP3，嗰陣時我就講哦。後生時節就送你 MP3，因為嗰陣時，人哋嘅人用錢真嘅沒一度，我就想可能佢去個存下來的錢特別買本愛送本愛嘅，嗰陣時佢當紅嘅下邊當紅還有寫這位詩本愛，我哋還留下來啲麼？看嘅時還講哦，真感動，看到會叫，看到會叫呢，真嘅。但係這時節講述清晨啦，真嘅，嘅理解咯。像我自家就係，我印象最深就係我阿姊啊，在實習嘅時節，嗰時節有一些些錢，唔過係一年之中啊，最其他就會紅包嘛，佢還會當年都會包紅包本我，韓國就會當個都會下次講，伊聽說愛好好繼續對求人嘅夢想買東西有點事，好感動係啊，還有一擺就記得，因為我一下做條路啊，做工作較冇問題嘅時間，有一擺我就錄個節目錄動呀，我12點嚟啲台北，我就冇查咩冇讓朋友講，我等人給 我就係韓國我把我妹要當做衰模，我就答應我姊講，你做嘢來載我模，佢就家都桃園來台北載我轉。當對中啦四菜四爽來載你，穿着睡衣嘅時節叫我衰模咧，嗰時候我就吃到動感痛啦。真嘅兩種阿姊真嘅會本人情感痛誒。我像我阿姊本來跟我講係最困嘅事情，因為你都會學腳。叫，你嘅叫啦，你叫就當初係你嘅聲音嘅腔調嘛。嗰陣時我去演出，嘅聽青島熱咧，係青島熱咧，係嗰時候呢，我就冇辦法去照顧我嘅叫嘅。嗰陣時我阿姊就特別帶我嘅叫去看醫生，但係為佢是藥嘅啊，嘛嘅係但係傳嘅爛本愛，然後我講我佢哋喊用嘅又較好誒，就感覺真踏實啊。真嘅咧，你照顧自己聲音一樣嘅吼，係啊，唔過乾權咯。一下老台就知道要做個乜嘅本人動感痛嘅事情。哦，有咧，因為我高中嘅時間哦，冇卡老那個學教親人哦，課差要1點鐘9呢。哦，嘅算正，因為有時間冇錢啦。你媽嘅時間有錢過？哎，咩係啦，有時間冇錢嘅時間哈，我就會唔敢打本阿爸阿妹。我就打本我老太，咁做啲將係錢啊，你啱冇錢呢？你要幾多？1萬塊做啲冇？好啦，
系啊，多了下我都无环境。不过你看露台真年同阿莎莉，講到係沙啲啊，冇辦咯，冇辦，係一件事情都得得驕傲的事情，係冇啊？係啊，用安尼哦，給小鳳哦，又知道給兄弟之間咧，還有本人感通的事情。誒想起來，因為我兩個阿哥嘛，係啊，三兄弟啊，嗰樣時啲福卡，細細咩冇乜嘅人用錢啊，啊冇錢用家啥咧，拄好安福卡係做工業，做嘅牙齒皮管嘅，啊不有嘅飛管嘅，唔知睇下啲講嘅買飛鐵買銅嘅，咪做得揾錢，啊細細啊除得揾嘅就要我係要嘅人家冇愛嘅水路。啊，唔過細年嚟嘅資源回收廠暗夜嘛，你就起市場茶，一三年起市場茶，啊，那我一下就起到後背，嚇，留嘅嘢水路港頂，即係港係即係港頂，佢唔係會跌下來，唔會跌下來，嘅腳趾條咗人哋靠撐頂啊，睇人哋邊頂有冇，將人哋港頂起嘅資源回收廠攞去賣睇，佢賣一台都係賣200-300條啦，佢動盪呢，係，而你一下租都係借2-3年。啊！你買2-3台，根本就夾我以前橋了。係嗱，你買玩具啊，兩兄弟人又本啊。嗱，爸就問講，誒，我用知道嘅嘢水路係將要較少用嘅。佢講哦，可能要車嚟來調喎。但有時啊，兄弟嘅感情要當好嘅，口徑會一致安尼。誒，哦，其實哦，家小鳳講提咧故事，我爭知道吼，其實你客人吼，像我，比如講我設計啦。我老妹還有阿哥啊，之間唔可以講乜嘅，我來幫助你啊，我也係乜嘅，因為我哋就行動派啲嘛，就平常時像哎3年就還知道，哎，今天好像我下班比較早，我就會買1杯涼水，比方說早上哎幫，哎我一半阿哥嘅，我一半老妹，就安尼。你親像客人當時講愛兩隻事係唔係啊？哎，佢細妹嘢就冇講啦，但係就算講愛係唔係？從愛老妹啊，即係從那下用賴很方便，你是唔是直接看電機講？所以從愛大白要愛來6樣啊嘛，嘅做條路嘅時節，基本上來準備東西，剛開始會傳一個訊息，然後我愛你，我最愛我妹妹啊，類似這樣話係啊，很有笑個，喊起來，跟你家老子姨妹共用係冇？其實雖然感情都好，不過愛面對面講愛你，其實真的有點困難啊。故說也係下心內啊，也係用賴啊，我知道都會懂些那些事情。跟自己呢會前面講嘛？其實我做嘅搞太假，因為前面講嘅時間可能你說我愛你，我愛你，有嘅會愛你喲，對，我都說愛你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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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會唔會講愛你哦麼？咩？係客人，最佳講嘅係安置些什麼？係啊，做咩客人嘅愛你？安置些什麼？愛講出來就係唔強用。其實誒兩下都兩下牽拖人，即接送嚟教大家講，我老婦客人接送去講愛，兩個感情係正本啊。希望大家電視條前嘅觀眾朋友啦，看到今日嘅後生人來分享自家婦客人嘅事情，要轉去老婦客人，不管係爸爸媽媽，也係兄弟姊妹，記得要講愛哦。希望嚟下禮拜，你翹下愛來收看你哋後生太上宮，要花太假哥，上來了了，上來了，上來了，上來了。